你係咪都試過心軟幫人對身邊所有人好，結果非但換唔到感激，反而做咗替死鬼同冤大頭？我成日喺茶餐廳同班後生仔傾偈，佢哋個個都問我同一條問題：四哥，點解由細到大阿媽都教我哋要做好人，點知一出嚟社會做嘢，愈善良愈老實嗰個反而愈俾人恰愈俾人踩，甚至仲要係成個部門最慘嗰個？聽到呢度，我每次都忍唔住想拍台。你聽我講，老一輩成日掛喺口邊，食得鹹魚抵得渴，食溪是福，呢啲說話你當係同自己講嘅安慰說話就得，千祈唔好當做生存法則。如果你冇底線咁不斷食拉，我同你講，嗰啲唔係福氣，嗰啲叫蠢。我喺演藝圈同名利場浮浮沉沉60幾年，見過幾多人起起跌跌。今日可以同你稱兄道弟嘅人，聽日可以為咗個角色，為咗個廣告，二話不絕就出賣你。呢個世界從來都唔係你對人好，人就對你好咁簡單。今日我就用我呢幾十年換翻嚟嘅血淚教訓，同你拆解呢個殘酷嘅人性真相，等你知道點樣先至唔再做個冤大頭。記住我講嘅第一條規矩，人性從來都係欺善怕惡，柿子永遠係緊軟嘅嚟牙。你以為你做個好人有求必應，人哋會感激你？我話你知，現實啱啱相反。一個人之所以敢將啲舊更嘢、麻煩嘢成日掟俾你，唔係因為你人好，而係因為佢知道，就算佢咁對你，你一樣唔敢出聲，唔敢反抗。你諗下，你公司嗰個成日俾人點到氹氹轉嘅同事，佢係咪永遠都係最早返工、最遲收工？老細掟啲冇人肯揀嘅項目，又係掟俾佢？唔通佢係全公司最叻嗰個？唔係㗎，係因為佢從來唔敢拒絕一個人，永遠唔識講，你嘅善良就會變得嘅一文不值，冇牙齒嘅善良，喺人哋眼中就係軟弱。你以為你退一步，人哋會同你海闊天空？我同你講，現實係你退一步，人哋就會行前2步；你退多步，佢就會得寸進尺。呢個就係人性。所以如果你都受夠咗成日做替死鬼、做冤大頭，想學識點樣喺呢個現實嘅社會企穩陣腳，守住自己嘅尊嚴，記得即刻光個讚，訂閱我嘅頻道，等我呢個老江湖帶你睇透人生。跟實四哥，我哋繼續講下一個更加殘酷嘅真相。好啦，講完第一個真相，你可能已經開始有啲頭手，知道自己衰喺邊度。但呢個只係入門級，跟住落嚟要拆解嘅呢個位，先至係最多人寫喺上面嘅陷阱，就係你嗰種太過廉價嘅付出。你係咪都試過對一個人好到一個點，隨傳隨到對方開聲，你永遠冇第二句，錢又借，時間又嘥，甚至連尊嚴都擺低埋，你以為咁樣會換到人哋嘅尊重同感激？我話你知，現實啱啱相反。當你嘅好變得愈嚟愈廉價，喺人哋眼中就會變成理所當然。你知唔知人性最核突嘅一面係乜嘢？就係你幫佢99次，佢會覺得係應份㗎。但只要有一次你幫唔到手，或者你拒絕咗一次，佢就會嬲你、怪你，甚至反轉豬肚，將你之前所有嘅好一筆勾銷。你話呢啲係咪公道？呢個就係現實。我見過太多呢種 case， 有個後生仔喺公司做嘢好勤力，同事叫到乜都幫，影印又幫，買咖啡又幫，甚至幫人跟埋佢哋嘅 project。開頭個個都多謝前多謝後，但過咗3個月，啲人當佢係阿四咁使。有一日佢自己手頭上嘅嘢做到踢晒腳，冇幫個同事買咖啡，嗰個同事竟然當面話佢：吓，你今日咁嘅態度㗎？你話呢個世界有冇天理？又有一個 case 係一個家庭主婦，佢對老爺奶奶好到不得了，日日煮飯、洗衫、執屋，仲要兼顧埋姑仔姑奶嘅6歲事。佢以為自己咁樣會換到一家和睦，哇！點知有一日佢病咗，起唔到身煮飯，
奶奶竟然話佢扮病偷懶，姑仔仲喺背後同人講佢平時都係做戲。你話呢啲說話有幾傷人？佢付出咗咁多換嚟嘅，竟然係呢種對待佢。後嚟同我傾偈，喊住咁話：四哥，我對佢哋咁好，點解佢哋要咁對我？我同佢講：你對佢哋好，呢個冇錯，錯嘅係你對佢哋好到冇晒底線，好到佢哋覺得你嘅付出係理所。當然你諗下，你每日煮飯，佢哋覺得應份，但你有一日唔煮，佢哋就覺得你偷懶。呢個就係人性，你縱容咗佢哋嘅 entitlement。你記住我一句說話：免費嘅嘢永遠係最低嘅。你一味放低姿態去討好，去付出，你以為人哋會覺得你好好？唔會噶，佢哋只會覺得你唔值錢。你嘅時間、你嘅心機、你嘅善意，因為太容易得到，所以變得冇價值。真正嘅尊重係要人哋付出代價先至會珍惜噶。你有冇見過人會珍惜空氣？冇噶，因為免費，但佢會珍惜佢用幾千蚊買翻嚟嗰個手袋。同樣道理，但係你嘅好，如果冇門檻冇代價，人哋點會當係一回事？你諗下，如果一個朋友次次約你食飯都係你埋單，第一次佢會多謝你，第二次佢會覺得你大方，第三次佢會開始習慣，第四次佢會覺得係理所當然，到咗第五次，如果你突然話要 AA 制，佢分分鐘會黑面，甚至覺得你縮骨。你話呢個係咪好放過？但現實就係咁放過，你一手造成咗對方嘅 entitlement， 然後你反過嚟問點解佢會咁對你？仲有一種情況就係喺感情關係入面，有啲人拍拖一味付出，一味遷就，以為咁樣就可以留住對方。對方半夜話肚餓，佢即刻起身煮麵；對方話想買嘢，佢即刻碌卡；對方話唔開心，佢即刻放低手上所有嘢去陪。結果咧，對方唔單止冇感激，仲開始嫌棄佢冇性格，太扭身。最後分手嘅人，對方仲要話：你對我咁好，我壓力好大。你話呢個世界仲有冇公道？你對人好，人哋反而覺得係壓力。你嘅好因為太廉價，變成一種負擔，而唔係一種禮物。如果你覺得呢個只係愛情嘅問題，我話你知，友情、親情甚至職場，全部係同一個道理。你越係唔收錢咁幫人跟 project， 人哋越係覺得你應該要跟；你越係隨傳隨到，人哋越係覺得你時間唔值錢；你越係乜都應承，人哋越係覺得你冇原則。呢個就係人性嘅走漏，但你又唔可以話佢錯，因為係你一手教識佢哋咁樣對你。你有冇試過一心一意對人好，最後反而俾人背叛，或者當成老馮？歡迎你而家喺下面嘅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你嘅故事，等班兄弟姊妹幫你評下你，出翻啖氣。你唔使怕醜，呢度個個都係同路人。你講出嚟，可能就會發現原來全世界都經歷過同樣嘅委屈。呢一個分享，分分鐘可以令到其他同病相憐嘅人知道，原來自己唔係孤單嘅。一個人承受委屈好難頂，但如果你知道原來隔籬嗰個都有類似嘅經歷，你會覺得成個世界都唔同晒。講完廉價付出呢個陷阱，跟住落嚟呢個真相最殘酷，但亦都最關鍵，就係社交嘅底層邏輯，從來都係實力與價值交換。好多老實人最中意犯一個錯誤，就係以為自己對人卑躬屈膝，笑容滿面，周街派卡片，逢人就稱呼 X 生 X 種，咁樣就可以換到人脈，換到機會。我同你講，呢種行為唔叫建立人脈，呢種叫乞求。你以為你識到個有頭有面嘅人，食過一次飯，交換過卡片，佢就係你嘅人脈發夢啦？你識得人哋，同人哋當你一回事，中間隔住10萬8千里。你以為你喺一個宴會上面同某個大人物傾咗兩句偈，影咗張合照，你就係佢嘅 friend？你試下聽日打俾佢，叫佢幫你一個忙，
你睇下佢會唔會聽你電話？分分鐘佢連你係邊個都唔記得。你對佢嚟講，只係一個喺宴會上面出現過嘅模糊面孔，同台上面嗰碟燒味冇乜分別。你以為你喺佢個 WhatsApp 入面就係佢嘅人脈？唔好傻啦！佢個電話簿入面有幾千人，你只係其中一個編號。人哋會唔會幫你取決嘅？唔係你平時有冇請佢飲茶，而係你有冇佢想要嘅價值。你識李嘉誠又點？如果你只係一個冇實力、冇利用價值嘅普通人，你喺佢心目中嘅地位分分鐘低過佢公司樓下嗰個保安，真係㗎。你唔使唔開心，呢個就係殘酷嘅現實。名利場嘅社交從來都係睇你手上搣啲乜嘢牌，而唔係睇你識得邊個。你知唔知點解啲有錢人成日都話人脈就係錢脈？因為佢哋本身已經有錢，佢哋嘅人脈網絡入面全部都係同等級數嘅人，大家互相交換嘅係同等級數嘅資源。但如果你係一個普通人，你識到一個有錢人，你覺得你可以同佢交換啲乜？你冇嘢可以俾到佢，佢點解要幫你？呢個就係現實。你唔可以怪人勢利，因為每個人都係有限時間同資源，佢自然會將啲資源放喺最有價值嘅地方。我見過好多後生仔以為自己識到幾個有頭有面嘅人，就好似執到寶咁，日日喺人哋面前刷存在感，結果呢，人哋根本冇當佢係一回事。有事嗰陣揾人幫手，人哋連佢個名都未必記得。佢哋仲要以為我識邊個邊個就係自己嘅成就，但其實嗰個人同佢嘅關係可能只係影過一張合照咁大把。你將呢啲所謂嘅人脈掛喺口邊，只會令人覺得你仲未睇透呢個世界。你與其將時間花喺點樣討好別人，不如將時間花喺提升自己嘅實力。當你擁有咗別人需要嘅技能，你掌握咗別人冇嘅資源，你企到一個別人到唔到嘅高度嗰陣時，人脈自然會揾上門。你唔使去討好任何人，因為你嘅價值就係你最強嘅吸引力。記住，你嘅實力就係你最大嘅底牌。冇實力嘅討好，只會令人更加睇你唔起。呢個世界從來都係你企得越高，身邊嘅人越有禮貌。唔好怪人現實，因為人性本來就係咁。你聽完頭先嗰兩個真相，可能個心會諗，4個你講到人性咁黑暗，咁係咪即係叫我以後要做一個自私自利，淨係諗自己嘅衰人？我同你講，絕對唔係。如果我要教你做衰人，我唔使坐喺度同你講咁多廢話。我咁大年紀，仲有咩好隱婚？我想你明白嘅係，做人要善良，呢個係我哋嘅本質。但係你嘅善良必須要帶住一點刺，你唔可以係一隻冇牙嘅老虎，更加唔可以係一個任人魚肉嘅綿羊。我成日都話，做人最頂級嘅通透係要擁有菩薩心腸，同時配備金剛嘅手段。即係話，你對住好人，你可以真誠，你可以溫暖，你可以將心比心咁對佢哋好。但係當你對住嗰啲想踩你底線、想佔你便宜嘅人，你一定要有勇氣，即刻企出嚟，冷酷地同佢講唔得，甚至必要嘅時候，你要敢於翻臉。你唔使覺得唔好意思，你嘅好要留俾嗰啲真正識得感恩嘅人，你嘅狼死要留俾嗰啲唔知好大嘅人。呢個世界就係咁運作，你對所有人一視同仁咁好，結果就係好人同壞人都一齊食你嘅著數。你對爛人仁慈，就係對自己殘忍。你今日放過一個佔你便宜嘅人，聽日就會有10個變本加厲咁踩上嚟。你以為你好大量，你以為你唔計較，人哋會覺得你大方？唔會㗎，人哋只會覺得你係一個冇底線嘅水魚。你信唔信都好，喺呢個殘酷嘅社會入面，你企得硬，人哋反而會尊重你。你一味退讓，人哋反而會睇你唔起。你呢一刻覺得退一步海闊天空，
但實際上你退一步，人哋就行前2步；你讓一寸，人哋就想攞你一尺。所以由今日開始，你要學識將你嘅善良加上一個價錢牌，唔係叫你收錢，而係要人哋知道你嘅好唔係廉價嘅贈品。你幫人係你嘅選擇，而唔係你嘅責任。你有權拒絕，你有權保護自己當。你敢於將不字講出口嘅時候，你反而會贏得真正嘅尊重。你要記住，呢個世界有2種人，一種係識得感恩嘅人，你對佢好，佢會銘記於心，將來有機會一定會報答你。另一種係唔知好歹嘅人，你對佢好，佢會覺得係應份。你有一日唔再對佢好，佢就會當你係仇人。你嘅責任就係要識得分辨呢2種人，然後將你嘅好精準咁投放喺第一種人身上。對於第2種人，你離佢愈遠愈好，呢個唔係自私，呢個係對自己負責。我成日都同人講，做人要好似一個仙人掌咁，仙人掌外面有刺，但入面係水分，係養分，係生命。你見到一個值得你付出嘅人，你可以打開你嘅心，俾佢飲你入面嘅水。但如果你見到一個想傷害你嘅人，你啲刺就會保護你。呢個就係生存之道。你唔需要對全世界都張開手臂，你只需要對值得嘅人張開手臂。你保護好自己入面嘅水分，先至有能力去滋養其他人。我聽過一個故事，有個老人家養咗一盆仙人掌，佢日日淋水，悉心照顧。有一日佢個孫仔嚟探佢，見到盆仙人掌好得意，就伸手去摸。老人家即刻喝住佢，唔好摸，有刺噶。個孫仔問爺爺，點解佢要有刺？老人家話，因為佢要保護自己入面嗰啲水分，唔可以俾人隨便攞走。仙人掌嘅刺唔係為咗傷害人，而係為咗保護自己。你嘅善良都需要呢啲刺嚟保護，冇咗啲刺，你入面嘅養分好快就會俾人榨乾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四哥呢番說話真係幫你解開咗心入面嗰條刺，醫好咗你嗰種成日想討好全世界嘅病，請你一定要幫手點個讚，將呢條片分享俾你身邊嗰啲成日做冤大頭嘅老實朋友。你一個分享隨時可以救到一個人，等佢唔使再喺同一個窿度跌完又跌。你身邊有幾多呢種人？你見到佢哋成日俾人恰，你係咪都好心痛？與其淨係心痛，不如將呢條片俾佢睇，等佢醒覺。仲有記得撳埋下面個訂閱掣，同埋開埋個小盒檔。我想喺度問你一句，你喺日常生活或者職場上面係點樣一步步擺脫討好型人格，企翻起身嘅？係咪有一刻突然之間醒覺，定係經過咗某件事之後令你徹底睇透？你係點樣學識同人講不嘅？你第一次講不嗰陣個感覺係點噶？係咪覺得好驚？但講完之後又覺得好爽？歡迎你喺下面嘅留言區同大家分享你嘅經驗同心得，你嘅一個故事，分分鐘可以救到一個同你一樣仲喺度迷惘緊嘅老友記。記住，做人唔使乞求別人嘅尊重，你企得直，自然會有人尊重你。你唔使討好全世界，你只需要討好你自己。當你開始懂得保護自己嘅底線，你會發現呢個世界對你嘅態度會完全唔同晒。你唔再係以前嗰個任人魚肉嘅冤大頭，你變成一個有尊嚴有骨氣嘅人。你嘅善良因為有咗底線變得更加珍貴。最後我想同你講，呢個世界雖然現實，但並唔係冇希望。只要你學識保護自己，你依然可以保持你嘅善良，只係你嘅善良多咗一份智慧。你可以繼續做好人，但要做一個帶刺嘅好人。你可以繼續幫人，但要幫啲值得幫嘅人。你可以繼續付出，但要付出得有價值。我哋下期再見到時，再同你哋慢慢傾過，保重下。